各位朋友好，又係我揸 fit 同大家講下2025年4月20號星期日沙田嘅草泥賽事。聽日呢，我係提供第5場俾大家參考嘅，亦都好似以往咁，我投注咗呢場馬嘅4重彩指定位置馬膽。呢條飛呢，大家可以喺片尾嗰度睇到。第5場嘅4班1650泥地嘅賽事，今場馬我個初選呢，就係1號嘅超加加、3號嘅川河營區、8號嘅時間寶、9號嘅爆熱同埋12號嘅幻影旋風。今場馬呢，我比較喜歡1號嘅超加加同埋3號嘅川河營區。咁呢兩匹馬呢，都係上一次呢贏呢個路程，同埋呢兩匹馬呢都係贏得幾輕鬆，而所做嘅時間呢，亦都係唔錯嘅時間。咁兩匹馬呢，我就比較喜歡1號嘅超加加。咁呢匹馬呢，咁上一次呢初跑呢個路程，咁佢之前呢跑1200呢都入過2次圍㗎啦。咁跑1650當然呢佢就好容易呢跟到喺前面。咁上一場馬呢，咁佢排過9檔呢，沿途呢守住喺4、5位。咁入到直路呢，一見到騎師金城江呢，一落邊呢隻馬呢就過咗嗰匹沿途快放嘅時間寶呢，咁好輕鬆翻嚟呢，贏3又1/4個馬位。咁所做嘅時間1分38個05。末段23個24係一個非常好嘅時間嚟嘅，而當日3班跑呢個路程贏馬嘅時間1分38個33呢，仲要比佢慢咗呢成個幾兩個馬位。咁今場馬呢，雖然呢比上一場孭多10磅。再睇翻佢最近神貨快跳呢，覺得隻馬個狀態係保持得好好嘅。呢匹側身馬出賽唔多，而家呢先係跑咗5場馬。我認為呢，聽日呢佢係好大機會呢再下一城呢升上3班。咁所以呢，今場馬呢，我揾佢作為馬膽。3號嘅川河營區呢，佢一路呢都係跑1200、1400嘅路程。但係呢都冇乜特別好嘅表現。由76分呢一路減到落45分。上一場呢就轉呢個場地試跑呢個泥地1650，估唔到呢有一個咁好嘅表現。睇翻嗰場馬呢，佢沿途呢守住喺第3位。入到直路呢，見到騎師呢一推騎呢一落邊呢，就好輕鬆咁過咗嗰匹飛騰追呢。最後嗰100幾米呢已經自主在握呢，輕鬆贏個幾馬位翻嚟。我覺得呢呢匹馬呢揾到一個新嘅出路。最近呢喺從化試咗個1200嘅草閘，沿途按住翻嚟呢，好輕鬆走過第3。再睇翻佢呢喺神貨內圈呢，見到匹馬呢嗰個狀態呢，我認為呢比佢上一場贏馬嗰陣時呢仲更加好啲添。唯一呢就係今場馬呢，佢排個檔位比上一場呢係差好多。今次排一個12檔，但係呢，我認為呢匹馬呢應該都係可以好輕鬆呢跟到喺前邊個5、6位呢，留翻喺直路嗰度嚟追啊！今場嘅3號川河營區呢，我認為佢唯一一個對手呢就係1號嘅超加加。8號嘅時間寶呢，上一場呢亦都係初跑呢個路程，排一檔沿途呢快放，翻嚟呢就力弱呢，就啱啱呢頂到個第2。你睇翻佢跑個第2呢，輸俾超加加係遠啲，輸3個幾馬位。但係佢自己本身所做嘅時間1分38個67呢，亦都係唔錯嘅時間。呢隻馬副磅又唔重，122磅。排個檔位仍然排一個咁好嘅檔位，排一檔。如果你隻天時明區快過我嘅，我咪跟住你走咯。如果你唔夠我快嘅，咁我就控制步速。今場馬呢，佢憑個檔位之利呢，同埋神貨見到匹馬狀態呢，係 keep 得非常之好嘅。我認為佢今場馬呢，仍然有機會呢，走入前3名嘅。9號嘅爆熱呢，跑呢個路程呢，跑咗4次，2次第3，2次唔入圍。睇佢今季嘅表現呢，呢匹馬呢演出都唔係話好穩定。
譬如佢跑入咗圍之後咧，下一場再出咧又跑得唔係咁好。但係咧，我睇翻佢喺呢個3月2號跑呢個路程嗰場馬咧，佢輸俾有派頭同埋勝意咧，都係僅半個馬位。本身所做嘅時間1分38個100，末段22個39咧，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時間。今場馬咧，如果佢跑翻嗰場馬嘅水準咧，咁我覺得佢咧都會有一定嘅機會。12號嘅幻影旋風咧，一路跑草地咧都冇乜表現㗎。呢匹自購馬咧，由3班咧一路減分減到落嚟43分。上一場咧就轉跑呢個泥地咧，有一個唔錯嘅演出喎，後上跑過第3，輸俾超加加咧4個半馬位。可能咧泥地啱呢隻馬發揮，始終咧都係一匹自購馬，同埋咧佢負個磅又唔係重117磅，排個檔位亦都唔差，排個5檔咧。我認為咧佢今場馬咧跑翻上一場嘅水準咧，都有機會走入3、4重彩嘅第3、第4位。第5場嘅連贏及位置連贏1拖389， 3重彩單 T 4重彩4連環1拖389 12。第5場嘅4重彩指定位置馬膽，第1名嘅馬膽1號，第2名嘅馬膽3號，第3名嘅馬膽8號、9號、12號，第4名嘅馬膽4號、5號、6號、8號、9號、12號。呢一注飛咧，總共係15注，我5蚊一注投注，總投注額咧係75蚊。我喺第4名嗰個位置嗰度咧，加多3匹落去，4號、5號、6號。每次嘅賽事咧，我都有4場嘅連贏過關，提供俾揸 fit 論馬群組。如果各位朋友有興趣想加入揸 fit 論馬群組，可以用65468512 65468512 WhatsApp 俾我。最後我都係講翻嗰幾句説話：小注可怡情，細細注玩下。祝大家好運，拜拜。